梅拉尼亚这位曾经沉默的第一夫人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里，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频率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。过去几年，她几乎完全淡出镜头，语言寡少，形象低调。而2025年，她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构建自己的公共形象，一个梅拉尼亚2.0。这一切的变化并非一时兴起，而是从年初开始逐步显现，并带着明显的节奏感。到了2025年最后一个月，他宣布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消息，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缪斯影业。公司 logo 上巨大的字母 M 正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特勤局为他选定的代号，这一细节本身就充满象征意味。紧接着，他宣布了公司制作的首部作品，一部关于他自己的纪录片，片名非常直接，就叫《梅拉尼亚》。